西班牙巴塞隆纳语言导员移民若要伫即个城市来徛起，就要立乡随俗讲因的话，也这着产生教育、产生生活的压力。下午7点半，台记台青春的梦来去西班牙巴塞隆纳看移民为即座城市做出甚物改变，也因的政策佮有甚物回应。西班牙巴塞隆纳是一个国际城市，每一天迎接济观光客甲移民。车头、街仔路、甲公共超市，大部分拢写加泰语。对一个刚来到这还未晓讲加泰语的移民来讲，要伫这个城市生活是真无简单。黄昭文是为台湾来的，大学主修西班牙语。出业了后，一个人去到巴塞隆纳，伫遮定居生活。伊讲语言称在是移民加入新的社会头一个条件。根据统计，加泰隆尼亚差不多有1/4的人口是外来的移民。对真侪家庭来讲，会晓加泰语是加入这个社会方式。不过，同时嘛产生教育甲生活的压力。大学考试是全国的，要安来看成绩。阮这自治区，阮这是双语的，阮这讲2款，甲台湾甲西班牙语。你想阮这的人也跟马德里来比，人马德里迄边，人因学西班牙语就好啊。为了降低学语言的难度，加泰隆尼亚自治区政府伫咧全区设立20个语言推广中心，提供为无基础到高阶的加泰语的课程，希望让新的移民唔但听有，还佫会当真正开嘴讲。A Catalunya, de parlar amb els amics, de socialitzar, d'anar al teatre, d'anar a festes i de fer amics millor i conèixer més coses de la cultura si inclouen el català. Només en castellà a Catalunya. 除了教育，传播媒体嘛扮演关键的角色。在1983年成立的 TV3 加泰隆尼亚电视台，长期以加泰语做新闻甲儿童节目，让语言伫咧日常生活当中，会当互大家听到，互大家使用。Nosaltres també volem portar el català al món, per això també retransmetem via la plataforma a tot el món. I això, el que també estem molt satisfets de que participem en moltes ficcions que són en català. 伫加泰隆尼亚，语言毋是干那会晓讲无，是敢有人使用，敢有互理解。为校园、媒体到家庭，语言安怎互选择，嘛当咧形成下一代认同。记者杨宗巴塞隆纳采访报道。